局，我决定要来邀请到咱的黄和平先生。哎呦，来担任着咱的公园局的局长。怎样讲？你无听过和平公园吗？哦，上好是吼邀请伊来做公园局长，啊吼，拢种园花，一个拢种甲满，叫做和平公园啦。重要的是吼，林湾局长要来邀请到咱的不敌会啦，是安怎？伊自大即个法会啦，人讲哦，查某人吼，30哪野狼，40哪好，50哪像四地酷撞，哇！所以吼，那伊做吼，我甲你讲，台中的火力发电厂吼，就会当收掉啊啦。是讲哦，上定的是市长的随扈哦，这市长随扈要找什么人呢？我看一下，无，我就来邀请到咱的综艺天王宪哥来做市长的随扈好啊？哎，是安怎嘞？因为啊，你无听过哦，小明星大跟班啊，对不对？宪哥你敢愿意？OK 吼，哦，你好。无共款呢，你变一个人呢？哎，孙可，哇，你这摆比赛这内容比顶摆加差100倍好。对，真正100倍这摆比顶摆加100倍好。对。我想要了解是顶摆是偌歹。哦，顶摆有讲，敢若无讲。你会当去阮偷台语台哦，迄阮网络去看。网络啦，对，嘿。